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来读到了马可福音的第12章18到27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一群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他们来见耶稣。他们用他们只相信的摩西五经里面摩西的律法来挑战耶稣。他们说到，如果有一个人死了，他留下妻子没有孩子，他的弟弟必须娶这个寡嫂为妻，替哥哥传宗接代。这是摩西的当时的律法。而如果有兄弟7个人，这个老大他娶了太太之后他死了，那个没有留下后代，他的弟弟就要来娶这个嫂嫂为妻。可是当老二娶了这个嫂嫂为妻之后，他也死了，他们也没有留下后代。于是就这样老3、老4、老5、老6，然后到老7，7个兄弟都娶过这个女人。然后他们都死了，也都没有留下后代，连这个女人也都死了。他们就挑战耶稣说：“那在复活的时候，这个女人是谁的太太呢？”他们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背景跟传统。撒都该人是一群在犹太社会里面是属于这个贵族的阶级，他们是这些祭司系统的人，以祭司长为他们的领袖。他们不同于法利赛人的地方在于，他们只相信旧约圣经里面有关于摩西五经的部分，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有来世，甚至他们不相信有弥赛亚。所以在这里，其实耶稣早就知道他们问这个问题，他们所带着的这些意识形态，所带着这些原来的前见，就是他们原来就已经有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用这样，耶稣知道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耶稣就直接在这里回答，而且直接解答说：你们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全能是胜过死亡权势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相信，也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在这里呢，耶稣就说，他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要像天上的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在这里直接承认有死里复活，而且我们在复活的时候，这个奥秘就是我们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而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呢，耶稣反问他们说：你们没有念过摩西书上那个荆棘燃烧的故事吗？也就是耶和华上帝他在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呼召故事。当时呢，耶和华上帝向摩西这样介绍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在这里耶稣很清楚的诠释，摩西那个时代这3个人早就已经死了，可是耶稣在这里却回答说，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你们完全错了。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其实当他们认识上帝的时候，就是认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经历的上帝，在那个时代里面真实经历这位活着的上帝。而对这些撒都该人来说，这些早就变成了历史，好像是死人的故事。耶稣说不对不对，是活人的上帝。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基督徒的时间观里面，他们是活在跟上帝在一起的永恒里面，还是这些撒都该人正在面对的，不是那摩西五经里面硬邦邦、死板板的律法而已，而是这位赏赐律法的上帝，他是活着的。他们应该要相信的是这位上帝，而不只是这些律法。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早上再次来思想，我们所谨守遵行的不是律法而已，而是赏赐我们能够活出那真实永恒生命的上帝。我们要相信的是这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透过你今天的话语，你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再次让我们经历到，主，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我们就活在那个永恒的时间观里面。不仅如此，主，你就在此时此刻，让我们再次听见过往这些人物的故事。主啊，我们也盼望这些故事里面所经历的这个上帝，主，我们也要来经历，因为你是过去、现在、永远活着的上帝。我们活在主你的永恒里面。主，谢谢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来经历。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在今天一天的生活中，我们就要活出那永恒的盼望。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